再来看这彰化市长林世贤甲民间团体也做伙来呼吁社区、企业甚至是个人做伙来加入轮性防灾联盟，互防灾真做是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另外，伫遮嘛爱提醒着观众朋友，这2025年城镇轮性的演习，今仔日下晡1点半开始，会先伫个苗栗、台中、南投、彰化来举办。民众听到这淡水雷声，应该就爱配合引导就近来避难，若无上悬是会罚到15万。台南市风台省长中南部地区大力饼灾后复原，加上气候变迁甲极端天气愈来愈严重，最近几年短时间大水雨直直造成市区积水，也是地动带来建物的损害，拢互民众真不安。彰化市长林世贤甲真侪民团诉求建立轮性防灾体系，邀请村里社区、企业伙伴、学术团队，也有所有市民加入轮性防灾联盟。过去在防灾都是政府机关在防灾。但是就是没有将社区纳入，所以将社区跟产业纳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那让全民一起参与。对我们来讲，韧性是一个横跨天灾跟人祸两块的领域。各个不同的灾害的发生之后，就是我们要慢慢去推广，让全民理解韧性。是一个全民共识。联盟会以降低脆弱度、提升恢复力来做核心的目标，推动防灾教育，扩大也共享防灾救灾的资源，佮有即时的资讯。未来也会定期举办联合演练，引入更较侪智慧感测佮社区的预警系统，把防灾加入日常生活。培养自己的应变能力，不管面临天灾还是人祸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救，都可以互助。我们从基层开始建立一个更有韧性的社会。当年配合国军汉光演习进行的防空万安、民防民安演习，今年合作会加做是城镇轮性演习，15先伫苗栗、台中、南投、彰化举行。下晡1点半，警报若弹，应该保持冷静，配合引导到附近的所在避难。若准无配合演习的规定，相关会当罚新台票15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